这看像啥？看啊金烧的皮，你看到拉链无？八贵啊呐！这是你同我讲物件。哦，这是鱼的便便呐。啊，哎，这是晒，这也晒。对哦，哎，你莫看这呢，你即马这是吊饰的钥匙环这吼，即马伫网络袂甲真好，是哦，热销这就热的对啊啦。即马买无呢？哦，这流行了对大啊。家这爱咸的晒就对啊。这便便吼，这足重要。像我甲黄老师去大分吼，伊逐工就是去叫晒呢，一个朴素呢。是，因为阮为伊的便便内底吼，你若拍开嘛，内底足侪物件，就知影讲啊伊食啥物物件。啊，即马看伊上济就是拢植物的树脂、果子这种的80%、80%拢食素的。哦。对啊，型的乌白走对唔对？啊，伊就去到处亚种，所以这对阮的森林足重要。伊迄鱼的种树啊。但是有的时阵嘛是，若有看到毛甲骨头，啊就知影伊有食饱，有食饱迄味就较歹。这是乌形密码。对啊。